佇咧國小也是幼稚園要播送囡仔歌，就要注意音樂版權的限制。即馬台語路親子樂團甲幾落個囡仔歌的創作者，就決定要免費授權，予學校會當安心來播送。希望佇咧教育的現場放台語的囡仔歌，除了會當提升囡仔接觸母語的機會，嘛希望會當來培養台語的意識，傳承文化。把身體部位甲衛生習慣唱出來，這條歌號做《古水的尻川》，嘛是台語路親子樂團尤進演的作品。為着要增加囡仔接觸母語的機會，幾內囡仔歌創作者決定開放授權，予教育現場會當安心使用。好可能去用中國的，還是倒位的音樂，你就變做講，我個人會感覺就唔甘願的啊，因為咱台灣有足儕好的音樂人，台灣囡仔會當加聽台灣的囡仔歌。大件事，看 iPad， 行路咱着一個老阿伯，真是嘞，哎呀真歹勢。同齊加入授權的，個音樂創作人吳靜雅，這條大件事的囡仔歌都是伊的作品。伊講真儕囡仔佇厝裡已經無機會講台語啊，所以希望開放授權予學校，予囡仔接觸台語，對台語有興趣，想要進一步學台語。攏會去唱什麼英文歌、韓國歌、中國歌，顛倒袂想講要去唱台語歌。啊，即馬有授權，阮歡迎講大家會當免費使用。咱即馬咧有新的台語歌出來啊吼，我感覺咧，這對咱台灣人的這個台語意識，自細漢來培養咧是真有幫助的。因為歌曲攏真注重版權，歷史學校的老師會唔敢播送，但是為着台語傳承，台語路親子樂團的台語囡仔歌，目前有37條，專門開放免費授權，鼓勵學校老師提起用。台語政策推動聯盟嘛表示，即馬連 AI 頭人吳仁勳攏講 ，You need to learn Taiwanese。那囡仔自細漢就聽台語歌，對培養台語文化的傳承，甲台語意識有真大的幫助。記者吳正陽、林曉凱台北報道。